你们学校的营养午餐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你最喜欢？中午时间，永康国小的小朋友大喙食着学校午餐，敢若看起来就知影好食。就连真侪人拢唔敢食菜瓜，也是照单全收。午餐口味备受肯定。你最喜欢哪一道菜？什么？丝瓜滑蛋。学校午餐首重卫生品质以及食安管理，互囡仔食较健康美味的同时，更肩负营养甲饮食教育功能。台南市教育局透过台南校一日的节气饮食介绍，将台南在地食材融入去学校午餐，就此提升囡仔对着在地农产的认识甲认同。台南因为事实上是各个区啊各有非常好的农渔特产的产品，那这一些农渔特产呢，在四季里面呢，事实上都有它盛产的在地的这个好的这个水果或者是农渔特产。那这一些称它叫做当季事实上就是最新鲜。所以我们呢透过营养师他的巧思，把它设计成为午餐的料理让孩子吃到当季的台南在地的食材。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，事实上是我们台南一直非常重视的。台南校之里也设计出轻松趣味的节气教具，培养学童认识食材、珍惜食物，展现寓教于乐的教育成效。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玩，就是它是从中心点开发，就是由春夏秋冬四季延伸出24节气，每一个节气有6个节气，节气在搭配性就是它是在几月份。搭配性的一个农特产，搭配知道我们台南是37区里面对应性的区域里面是哪一区的一个农特产，所以利用这种方式，可以小朋友透过一个游戏的一个互动过程中，可以产生对农特产的一个认识，认识我们在地家乡的一个农特产，然后在我们午餐食材里面也可以了解就是一个低碳饮食的一个概念。永康国小营养师王琼燕表示，学校的营养午餐结合在地食材，并配合24个节气，量身打造济用而且营养的节气美食。适逢秋季的时节，学校嘛推出秋季美食，兼顾营养、美味以及日式饮食等健康环保的概念。现在刚好是秋天嘛，那我们就选用秋天的节气的一些代表的食材来做料理。那我们在主食的部分呢，就选用厚壁的大豆来烹煮这一道非常具有香气的黄豆炊饭。那主菜的部分呢，我们选用麻豆的柚子搭配西湖的石目鱼，来推出这一道非常具有酸甜口味的柚香鱼柳。那副菜的部分呢，我们选用东山的丝瓜来搭配这个洗选蛋，推出这一道非常清爽的滑蛋丝瓜料理，推广吃在地食当季。那这个部分也算是低碳饮食的一个宣导。希望把这个节气饮食继续在我们学校的午餐推广下去。教育局长陈成辉表示，饮食教育是建构健康校园重要推手之一。台南市更将食育列为第6约，在108年率先全国推动健康体适能甲饮食教育行动计划，并创新推出餐前5分钟营养教育，整合营养师的专业、自制影片、主题海报、专栏文章以及趣味营养教具等教材，经费变成营养教育专册，成为学校健康教育重要资源。这次台南校之日中的节气饮食，更是兼具食农、饮食甲文化多重教育意义，让学童轻松学习到饮食知能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